台北捷运攻击案今仔日是罹难者头七，民众发起行动，伫诚品南西店门口演奏唱歌，同齐哀悼。洪都拉斯的总统大选立场换台湾的候选人阿苏胡拉当选，敢会和台湾恢复邦交引起关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公布上新甲美国讨论的和平计划，不过上重要的领土主权也是无共识。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来关心台北捷运的攻击案，今仔日是罹难者的头七，民众发起行动，伫咧诚品南西店的门口做伙演奏、唱歌，同齐哀悼。就是感谢他能够见义勇为，然后也很谢谢他在就是这么多人都在逃跑的时候，能够把那个凶手挡下来，然后很感谢他。对。问一下为什么选择今天前来悼念？就刚好在附近，然后就想说过来买束花，或者是就是来表达自己的感谢。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有真侪人拢到现场来送花、写卡片为罹难者哀悼。虽然今仔日的天气真冷，不过也是会当感受到大家的温暖。台北才发生攻击案，胆阁有人抱文讲要伫咧台中杀人，即阵是已经甲送办，法院嘛裁定羁押。另外，台中嘛宣布今年的跨年晚会要执行安全检查，除了危险物品以外，行李箱仔嘛是袂使载。警察提区票，甲人押上车。南投警方23伫咧抖音等的网络社群发现一个图文，讲到12月19台北攻击事件，这个嫌犯是因阿兄，因是共一个组织，而且讲要伫咧台中的卖场、电影院、连锁素食店大规模杀人。检警同一天伫咧台中丰原找到这个图文泄露的嫌犯，以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法办，获审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经检察官核发拘票，在台中市丰原区查获罗姓涉案的犯嫌到案，并查扣涉案的手机1只。全案讯后，依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嘛提升防止恐怖攻击的战绩，警察详细伫咧舞台边搜查。台中市下年晚会即届伫咧水南中央公园办理。今年会派700个警察伫咧附近采6个安检站，而且为着避免有人模仿台北攻击事件的行为，嘛加强安检的速度。头一届禁止民众载行李箱、甲登机箱入场。民众到安检门的时候，就先把口罩拉下来。那因为这个大型行李箱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物品，是比较难以检查的。禁止携带我们的大型的行李箱，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措施，请市民朋友要特别注意。慰安的勤务当中，嘛有温暖的故事。警察区别用伫咧台南市永康转运站外口，伫咧执行守望的勤务。分署派长枪，而是这一天有一个女高中生送伊一张用手写的卡片，内底写感谢警方的守护。我以为他是要我们的协助，没想到他就拿出一张卡片给我。我就觉得那时候瞬间的疲劳感都消失了，更有动力继续保护大家。另外，台北市中正一分局平安暝有民众去送感谢卡，卡片内底写的拢是对因的支持甲感谢，嘛互基层的警察感受到温暖。记者综合报道。立营航空昨一只要飞平湖的航班，伫咧准备要起飞进前，空调过扬，毋但传出臭味，阁有呛真大烟。考虑到安全，后来是调另外一只飞行机来载旅客。机舱内底规个烟，旅客拢真紧张，有人大声喊温度咧压悬。了后，机长公布状况已经排除。气的关系。造成一些味道的散出，那目前尽管已经解决。旅客讲，这班飞行机是要飞去平湖，比78619的航班，拄要起飞的时阵，就出现插片的味，还佫有大量的烟闻出来，甚至有人头壳晕无爽快。虽然机长讲状况排除，不过所有的旅客要是讲要落飞行机，烟雾状况确实是弥漫到，连我这一种可能气管比较不好的人，是会有点无法呼吸的状况。我们向他比叉叉，对，那有些人已经有点尖叫或是嚎哭，后来是还好，机组的2位小姐有帮我们去反应。针对这点，立营航空表示，2时为台北飞去平湖的 B78619航班，若要起飞的时阵，因为客舱空调过扬，考虑安全，飞登去停机坪检查，派另外一只飞行机载旅客，2时暗已经到平湖，造成旅客不便，感觉真失礼。另外，平安暝中营 BR06 航航飞去洛杉矶的飞行机。
伫半中途出现各样的信号，因为考虑安全，转降到关西国际机场检查。有旅客看到启动时飞行机的机室顶悬有气体喷出来，有经技术分析，这是飞行机当伫咧下油。原因是因为飞机都有它的最大落地重量，好，那么如果飞机在不是那么紧急的情况之下，它必须要做落地的时候，那机长就会考虑把这个油量放掉。中央航空表示，迄当阵已经有派共机型的飞行机去台办载旅客，伫咧旅客停靠的时间有提供参观，造成旅客不便，伊嘛有回失的。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寒死死，水气嘛变高。暗时上低可能剩无90度，关山是真有机会落雪，已经有真侪人走去山顶等啊。就惊这路隔壁的厝，第14架线武岭到上雪楼的路段是暂时封路管制。透早天色蒙蒙蒙，天顶落湿湿的雨，大阵旅客也互山行步道。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的温度一直降。海拔将近2000公尺的宜兰太平山庄，25早起8点，温度敢若8度，而且暗时啊到日的透早有机会落雪。我抱着蛮大的希望说，这次来太平山可以爬山，还可以长雪。今晚至明天的凌晨，温度可能会下降至1度。那水汽也充足的话，游乐区可能会有下雪的机会。台湾山武岭透早低温，原来有大阵游客来，车脉灰积，警方记不了后，随去引导分流，搁加强处地违规停车，现场拢总激发11件，交通才搁通顺。因应武岭地区假日易塞车情形，本分局除编排警力疏导外，并将加强周边及道路两旁违规停车取缔，请民众遵守交通规则。25全台湾温度降真低，北部日时高温敢若18、9度，温度一直落。半暝甲隔天透早会降到剩10度。气象署预测，日落水气较济，北部甲宜兰2000公尺以上，中部甲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结冰还是落雪。明天的话，水汽上相对是比较偏多的，所以我们预估在中部跟东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另外就是在北部跟宜兰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可能会有一些结冰或是局部降雪的情形。公路局讲，第14架线3000公尺以上高海拔路段有落米雪甲结冰的机会。吹风18公里到大武岭41.5公里，为25下晡5点开始，伊封城封路，车敢若会使出袂使入。其中31.7公里武岭到32.7公里上细楼路段，山路正弯，较会出去，双线封闭管制。日落早起会看天气甲道路状况，再决定是毋是开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洪都拉斯顶个月底举办总统大选，这开票开要1个月，即马总算是公布结果啊！确定是立场较歪台湾的候选人阿苏胡拉当选。伊之前捌承诺讲，若是当选了后，就要甲台湾恢复邦交。咱的外交部对这件代志是开放看待。不过，即届总统大选其实嘛引起真侪争议。除了2个候选人的得票率是差无到1%。互对手批评讲是有私暗盘，无要承认败选。这国会议长嘛讲，这个结果是违法的，佮形容是选举政变。也另外一项争议就是这川普插手选举的部分，因为伊捌公开威胁讲，若准这阿苏胡拉选输，美国就会停止对洪都拉斯的金援，甚至是伫咧选举进前来特赦伫美国这家甲阿苏拉夫是共党的前总统。川普这个动作拢互人看做是咧影响选举。虽然即马大选是已经结束啊，不过洪都拉斯国内政权转移是也有真侪争议需要解决。El Pleno de Consejeros del CNE declara electo como presidente constitucional de la República de Honduras por el periodo de 4 años que se inici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26 y finaliza el 27 de enero del año 2030 al ciudadano Nasri Juan Asfura Saba。听到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的结果，洪都拉斯国家党的候选人阿斯夫拉的支持者是欢喜欢呼。洪都拉斯伫今年11月底举行总统大选，开票开要1个月，即马结果总算出来啊！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因为选情真紧绷，计票系统真乱，有差不多15%的选票是需要靠人力来算。挪威方国的全国选委会是完成99.93%的票数的统计，其中阿斯夫拉是得到1481517票，得票率
是40.26%，伊的对手自由党的纳斯拉亚是得到1455169票，得票率是39.54%。阿斯夫拉是以差无到3万票，等于是无到1%的票数，险险啊赢对手。这个结果出来了后，阿斯夫拉的对手纳斯拉亚无承认败选，强调讲毋是伫咧煽动对立，但嘛要要求支持者行去街仔路示威抗议。 No voy a aceptar un resultado construido sobre omisiones. No es mi forma de vida. Aceptar eso sería traicionar la confianza de quienes votaron. Y yo no vine a la política en 2011 para mirar hacia otro lado y hacerme el papo cuando las cosas andan mal. 另外，执政党籍的国会议长雷东多是伫个人社群媒体 X 发文，拒绝承认结果，表示讲这是选举政变，是完全违法、无法律效力的结果。洪都拉斯现任左派总统卡斯楚，伫2023年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67岁阿斯夫拉伫政界30几年，政治立场是亲台，伫竞选期间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小听，这是伊第2摆选总统。阿斯夫拉捌讲，中国和台湾有邦交的时阵，国家的情形是比即马好买百倍，因为迄当阵国家会当得到搁较侪援助，贸易活动嘛搁较兴。嘛捌伫7月接受媒体的专访，表示讲，若赢会恢复和台湾的邦交，而且和美国建立搁较密的关系。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公布甲美国讨论出来上新的和平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甲欧盟爱提供安全保障，搁互乌克兰加入欧盟等等的条件。不过，上重要的领土主权搁核电厂的控制权，这部分是也无共识。Мрія у всіх нас одна, і бажання ми загадуємо одне на всіх, щоб він сконав. Скаже кожен про себе. Але коли звертаємось до Бога, звісно, ми просимо ширше, просимо про мир для України. Ми боремось за це і молимось за це. 泽伦斯基日时对全国发表的平安夜演讲，强烈谴责陆军连日来大规模攻击，搁再声明全国对和平的愿望。这场拍4年的战争到底要安怎结束？泽伦斯基前日刚对外公布，伊甲华府达成的上新共识。国防方面，泽伦斯基愿望美国、欧盟甲北约以类似北约第5条款的集体防御，保障乌克兰的安全，建立监控和平机制，以及对罗西亚可能侵略行动的具体回应措施。另外，乌克兰威胁国家的地位无变，即马80万军力的规模嘛无变。若是伫经济甲政治方面，泽伦斯基要求乌克兰爱伫明确规定的日期正式加做欧盟成员国，搁得到快速加入欧洲单一市场，搁爱加紧甲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时间。乌克兰也需要8,000亿美金的援助基金，方便进行战后的重建。不过，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对乌东领土主权的归属，以及陆军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厂控制权，也是有无共意见。泽伦斯基指出，愿意为高战区撤军，互乌东成做非军事区。不过，美国提出的是伫乌方控制的顿内茨克州设立非军事区甲自由经济区，但是罗西亚是要求完全掌控顿巴斯。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日是耶诞节，教宗64世伫咧梵蒂冈主持以上啉了后的头一场耶诞弥撒。进前，教宗就捌呼吁全球伫咧耶诞节即天，至少是停火24点钟，毋过路西亚拒绝啦。另外，伫咧约旦河西岸的城市伯利恒，进前因为以哈战争停办2年耶诞活动，今年是总算恢复啊，吸引真侪游客来参加。庄严神圣的圣歌内底，70岁教宗64世慢慢进入圣保罗路大教堂，这位史上第一位为美国来天主教教宗，今年5月由全球的初期主教选出，接替已经过身的教宗方济各。这是伊上浸了第一场耶诞主日弥撒。过去几年，因为方济各年岁较大，耶诞弥撒拢提早到暗时7点半。今年64世将伊向后延到暗时10点才开始。Finché la notte dell'errore oscura questa provvidenziale verità, allora non c'è neppure spazio per gli altri, per i bambini, per i poveri, per gli stranieri.
这一天，罗马虽然落未细雨，不过差不多5000个信徒议员挺雨伞、穿雨衫，在圣保多禄广场透过大型幕参加进行到中学在雨中出现在露台，向信徒致意。This Christmas, I'm praying for everybody, the less fortunate. Yes, there is a lots of war, but we should keep a hope in ourselves. 高中进前伫港浦福报大所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呼吁全球应伫耶诞节这一天至少停火14点钟。不过也听心表示，罗小拒绝伊的提议。另外一场为自2013年开始以哈战争，和约旦河西花都市玻璃园2年无办耶诞活动。不过今年这重回以前的新鲜甲欢乐气氛，大大耶诞树加来歌声甲观光客，拢亲像咧讲战火有希望离开。Wishing you all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back again to this beautiful place, to the Holy Land. Please do not forget it. 地中海沿海加沙虽然大部分的人拢信奉伊斯兰教，不过少数天主教徒也在脆弱的天火协议之下，搁一摆迎接耶诞。不过平安依然无完全到位，加沙市东部的土法赫社区顶礼拜依然一间收容难民的学校遭到以色列军队攻击，造成5人死亡。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 NORAD 逐年拢有追踪耶诞老人的大任务。今年阁提供专线电话，互囡仔会当敲来问讲耶诞老人伫倒位。也美国总统川普嘛有做接线员，毋过伫咧电话当中，煞是甲囡仔讲到真济甲政治相关的议题。美军北美防空司令部年度的任务，就是以雷达甲卫星系统追踪耶诞老人送礼物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甲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坐做伙，将每一年的传统接电话，互敲电话来问的囡仔，知影耶诞老人上新的行踪。We track Santa all over the worl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Santa is being good. Santa is a very good person.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he's not infiltrated, that we're not infiltrating into our country a bad Santa. 川普接的电话，囡仔的年岁差不多4岁至10岁。当当伊甲囡仔通电话的时阵，心情看到真欢喜，毋过嘛唱真侪政治笑亏。What would you like Santa to bring? Not coal. Not coal. No, you don't want coal. Well, coal is, you mean clean, beautiful coal. I had to do that, I'm sorry. No, coal is clean and beautiful. Please remember that at all costs. 土炭未造成污染，是川普伫咧竞选的时阵，称在对选民发的口号。另外，伊还阁学了一个想要爱电子挖土器的囡仔，讲伊的智商一定真悬。美国都是需要这款真巧的人。遐若澳洲真出名的观光景点邦大海沙堡，每一年拢会有真侪民众穿耶诞老人的衫来到遮泡日头。毋过发生枪击案了后，人丁明显有较少。海沙堡附近嘛有增加真侪救生员甲警察伫咧巡逻。I think it's tragic, and I think everybody respects and is very sad for what happened. I think people here are out on the beach because it's like a celebration, but everybody has got it in the memories. 耶诞老人送礼物的时阵，上界需要的就是驯鹿。规个芬兰差不多有20万只驯鹿，饲驯鹿的牧场面积差不多12万平方公里，占芬兰国土的1/3。芬兰的天气寒冷会到零下70度，热冷是30度以上。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极圈温度加悬的速度是其他所在4倍。若地势落雪量减少，落雨变较济，雨水若结冰，驯鹿的食食第一就会去互冰砍掉咧。互驯鹿要找食的是搁较饿。目前这种现象对芬兰传统饲驯鹿的产业带来严重的迫害。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今仔日耶诞节行到倒位，拢会当听到耶诞歌。唔知影观众朋友敢有听过台语的版本？这改编歌词的创作者是一位囡仔册作家王金选。伊讲原底是要来写台语课本的教材，互囡仔唱的。想袂到即马会伫咧网络引起讨论。欢乐伙人跳台语圣诞歌，这条歌叫做《圣诞老阿伯》，听起来真有过节的气氛。因为网络的关系，伫咧短影音平台有真侪人起赞。但是你敢知影，这条歌已经创作20档啊，连这个放假嘛是20档前做的。这条歌是20年前吼，我本来就伫咧写囡仔歌，拄啊一间南部的公司叫做金平企业公司哈，伊讲因咧做台语的教材，希望会当用西洋的迄个
或者圣诞歌吼，啊，甲改台语版的看好无？王金选老师讲，这个歌词是伊20当前写的，是写来做台语课本的教材，互小朋友落去唱。无想讲，即马伫咧网络顶有真侪人咧流传，互伊真欢喜，嘛真意歌。较早人传互我的时阵，佮问看我有听过这首无吼？啊，我就歹势讲这首是我写，我就甲他写到有听过安尼尔。囡仔伫咧台湾过圣诞节，气氛真重要。有国小的老师，逐当除了会放台语版本的圣诞歌以外，佮会用罗马拼音甲学生写卡片，过一个台版的圣诞节。除了呢，王金选老师的《圣诞老爸》这条歌，我会教因安怎念、安怎唱。啊，我嘛会互囡仔呢做手工，比如讲这丛是圣诞树，啊嘛会互囡仔呢用台语写这圣诞节卡片。王金选老师讲，看到囡仔会当拿唱歌、拿学台语，是伊一直以来的梦想。因为较早细汉住伫台中的山区，无啥物娱乐，听歌是伊上珍贵的记忆。这20当来，伊也创作600多条的台语囡仔歌。目前伊也当咧计划出过年过节相关的囡仔歌来陪伴囡仔大汉。记者陈选、郑俊佑台北报道。维尼勒普是全世界有名的角色之一。1925年伫咧伦敦的报纸是头一届互刊出来，到达已经满100档啊。古锥的模样嘛，互伊伫咧全世界各地拢有真侪买奖。行路摇摇摆摆，身躯顶穿红色的衫，上介意的物件是笔。大家上介熟悉的角色之一，就是维尼勒普。这个角色对1925年第一届出现以来，到今已经有100档的时间。一开始，维尼是作者米恩伫伦敦暗报顶悬写的儿童故事，描写维尼因为爱食蜜，互胖甲肉，甚至卡伫土坑内底的故事。这篇故事是作者米恩为着迄当阵5岁后生所写的，所以后生克里斯多夫罗宾也称作是故事内底的角色，甲维尼做伙伫森林内底冒险。维尼的外形是来自作者米恩送互后生的熊翁仔，也那名是来自迄当阵伫伦敦动物园有一只也号做维尼的细只乌熊。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that it still resonates with children is the sense of snugness. It's an enclosed space of friendship. And one of the chief anxieties that children are trying to negotiate these days is the world has gotten so big and so immediate and so accessible to them. 1960年代，迪士尼摕到维尼勒普的版权，而且重新甲做成放假，伫咧新世代当中搁再兴起来。维尼勒普的故事重点毋是道德，是强调朋友之间互相扶持、互相陪伴的情感。I think what the text does there, it doesn't kind of negate these as difficulties, but what it does is to s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at you're like, you're valued, you're loved, your friends are there for you. 维尼勒普出现以来，也真侪届商品化，毋但是真大的商机，也真做是全世界上界有名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会当真简单地感受到这只黄色熊仔囝的魅力。I think it will become perhaps less relevant over time, but I think it will still retain a core of devoted fans, which as long as I'm alive, I will be one of. 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巴西有一种狗，叫做金丝面羊，原本伊的数量是剩无到200只，这几年来复育成功，目前是已经有超过5000只。伫咧美国佛州就有动物园，互一对金丝面羊甲树蛇带做伙，互动真好，嘛吸引真侪游客来欣赏。稀练的大目睭、金柑仔色的毛，为8月底开始，这2只美国佛州动物园内底金丝面羊搬入去新厝，这空间毋但佫较大，环境也无去因原本生活热带雨林树冠层，内底还佫另外一个是同款为热带雨林来的树摊。The previous habitat for golden lion tamarins was a little smaller, and we wanted to be able to give them a better well-being, so enhancing their lives with enrichment, with space, so they can act a little bit more natural. 金丝面羊是灵长类动物，毋过基因甲人类是较远，因的寸尺诚细，无包含尾长度无到30公分，重量无到1公斤。因爱伫树尾甲树顶之间真紧来刷叮当，树摊是挂伫树尾休困。目前位置双方相处是真好，这片展区也互游客往近来观察，带来心理上的连接。
And once people start really having that connection and harboring that connection with the wild animal, they're able to look at their lives and say, what can I do differently to help these animals' wild counterparts down in Brazil and Central America thrive? 金西平乡的复育这几年有袂歹进展，因为生态地受到破坏，加上盗拉者问题，因顶一世纪伫野外数量不到200只。不过这几年，经济经动物园合作将真刚保育的金西平乡佮放顶野外，目前数量已经超过5000只。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